台中市政府决定要伫中央公园来办国庆的宴会，除了规划2大大型的观赏区以外，现场嘛开放方圆3公里以内，总共有11个自由的观赏区。也毋过，当地居民是烦恼交通甲安全的问题。 今年的双十宴会要伫咧台中的中央公园举办，按算要放28000粒。市府伫咧附近的中央球场甲汉翔公司规划观赏区，另外阁有11个自由观赏的地点，未管制交通。伫咧北屯的敦化公园就是其中一个。毋过当地民众认为，公园边仔就是社区，根本就无所在徛，嘛看袂到，烦恼时到交通的拍夹，甚至发生人打人的意外。 我认为这里不大适合。怎么说？我觉得这个腹地太小了。对啊，交通打劫啊，或者怎么样？韩国是吧？不是踩死好多人，有没有？哎，这里场地太小了。太小，因为人太多，你假如说1、2万人，那还得了？ 双十宴会安排是1波3折，原本要伫咧台中的5车港来办，后来考虑到当地有油槽等等的问题，才改伫咧中央公园。即马阁因为11个观赏地点的规划，包括敦化顶6个公园、逢甲夜市、马车湖、市府广场、水南水资源回收中心、甲中央公园来引起议论。市府表示，这只是初步的规划，9月中下旬会先试办，时到才阁公布看宴会上好的所在。 预计在9月中下旬烟火释放时，台中市民政局以及观旅局将会调派人力至各潜力的观赏点位实测，陆续揭露合适的自由观赏点位，那大家可以方便就近前往。公路局强调，这届双十宴会差不多会办到200公尺悬，方圆3公里内地点拢会列入评估。因为中央球场甲汉翔公司上济当钱20万人，时到会随时出交通车启动分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